中国重新恢复咱台湾的往来食客甲石斑进口，不过往来这部分也无消息。目前农业部是继续辅导农民外销，不过今年有调整时间，甲外销季底2月延长到3月。另外，奖励措施有调整，是调降外销到亚洲的奖励补贴。农民团体表示会当理解政府的做法，不过也是真希望政府会当协助因拍开其他的市场。都因为去年2月天气冷，往来口感较酸，品质也较无稳定，造成外销量比前一年减少1成8。今年农粮署宣布，往来外销季延后1个月为3月份开始，有希望品质更较好。那今年也是同款有奖励措施，也过针对亚洲市场海运空运奖励补贴，收费每公斤4块，降到2块。相对在通路上也很顺畅。所以在获利的空间也比较充足的情况下，我们也是逐渐让我们的一些贸易商呢，他们能够自主现货。那政府只是在协助的部分来给帮忙。那其他像提供产销履历、赞帮等奖励措施，甲以前同款。那今年也注重辅导农民伫东海上的风地，希望会当降低数字往来的混种比例。对此，农民团体表示会当理解调整奖励措施，也过希望政府会当多协助开拓其他新的市场，也期待中国会当重新恢复数字台湾往来。解禁的话，应该是每个农民都希望解禁的等又多一个可以出口的地方啊，当然是希望。多一个买家总比少一个买家好。经过中国境运风波，往来农民表示，伫东海风地也做真大的努力。农粮署表示，最近几年外销往来，包括产品管理、物流运输到冷链，拢有建立 SOP， 希望除了青果出口，也会当将往来加工品推广到国外。另外，外界无看好今年外销市场，农粮署表示会继续多元辅导，稳定继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